大家去日本旅行最期待嘅係咩？藥妝、零食、名牌，最爽嘅就係退稅，滿5000 yen 直接免10%消費稅。好多人都會諗咁抵，梗係買多啲啦。以前去 Donkey 藥妝店見到滿櫃嘅零食、面膜、保健品，手就唔停得。KitKat、白色戀人、洗面奶、感冒藥，買完先發現，哇，已經超過5000 yen，可以退稅喎。你有冇試過呢個畫面？好多朋友甚至會再加幾件嘢，只係為咗差嗰幾百 yen。退稅已經變成香港人去日本旅遊嘅一部分。但係最近日本政府突然宣布一件事，退稅制度可能大改喎。你而家買嘢開心，將來可能要先付稅，再去機場排隊退返。想象下，旺季嘅成田、關西、羽田機場，原本過關已經排到懷疑人生，而家有多一條隊叫做退稅隊。你覺得要排幾耐？30分鐘、1小時，甚至更多。到時候好多人可能會諗，算啦，嗰幾百 yen 退唔退都冇所謂。咁日本政府為咩要咁做？先問大家個問題，如果你係日本政府，見到有啲人利用退稅制度賺錢，你會點做？其實過去幾年日本出現咗一個問題，叫做退稅套利。好多代購打旅客名義買大量免稅商品，然後帶返去轉賣。化妝品、藥妝、名牌、電器，一買就幾十萬 yen， 甚至有人專門飛日本只為掃貨。日本政府發現退稅制度已經被濫用，所以決定改革。最大可能係未來購物時要先付稅，到機場先退。聽落好似差唔多，其實差好遠。你試過機場排隊未？旺季時候光個安檢已經排好耐，加條退稅隊，你仲想排咩？仲有另一個問題，如果改做出境退稅，理論上你買嘅免稅商品要完整帶出境，但係大家都知香港人去日本買嘢多數係即用型，藥妝、面膜、零食、保健品，旅行途中已經用咗或者拆咗包裝，如果海關抽查發現拆咗用咗會點？退唔到稅，甚至可能補稅。你諗下，你辛辛苦苦買嘅嘢，仲要排隊退稅，仲有可能補稅，心唔心涼？咁呢個改動會唔會影響香港人？香港人去日本消費力世界級高，統計顯示平均消費金額長期係前列，其中原因就係退稅，10%消費稅，買10萬 yen 退1萬 yen， 即係差唔多500港幣。如果退稅變麻煩，有啲人可能會少買，甚至唔退，咁對日本零售業影響大唔大？不過其實日本政府都有另一個方向，就係電子退稅，未來可能會做到護照自動記錄購物資料，出境自動核對，稅款自動退返信用卡。如果做到呢一步，反而可能比依家方便。但問題係日本系統更新通常慢，真正做到可能要時間。講返大家最想知嘅，如果去日本退稅變麻煩，甚至要排長龍，你會點？照排、少買，定係乾脆唔退？其實日本政府都想睇下退稅改變會唔會令遊客消費下降。如果下降太多，日本可能會再改制度。所以依家準備去日本嘅你要留意，退稅制度好可能會有改變。去 Donkey 藥妝店買嘢未必再係即場免稅，而係機場排隊退稅。你會為咗個10%稅排長龍嗎？